你講起你食過，啊，你哋可以鬼。試下就先嘅，特別嘅俾你試下作出嚟就破坑。冇再錄班，OK，今時歡迎大家，佢就收聽邊咧，可見即係話即係禮拜，因為我就留咗安唱條舊做鬼、玫瑰、娘娘鬼嘅邊起嚟同我講話呵，即係禮拜一介紹就成為大家嘅邊是裝咧，來咱看，哎呦死唔掉你，死你，啊對死我死你啊掉！即是我講，即是我 Happy Family 嘅 layout，即是即係大家頂話。到底人嘅多平時亂看到多平時 clubhouse 朋友㗎啦，嗱正決定嘅人，แล้วก็將超平時你交晒字未接一邊，交晒字未接，你舊嘢衰哦，你舊嘢衰哦。OK，來特別嘉賓是老焦阿龍 ，Hello， 好屌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阿波大康歡迎 Hello，我見節是唔是有係你咪特別項目？我是唔是愛去 Jet House 呢款係咪是 Jet House？ ？Like not like Jet，我是唔是愛 exit 一個 video call 了去係你另外一邊，因為你見節有你 interview 來做。interview 我唔知你講咩 I thought 你是見節有 special，去好時候，因為你見節請 special guest 來嘛，你是唔是該做 interview？冇亂嘅，使係咁樣做就講嘅。OK。嗱，EA special guest 咧是 Facebook 嘅，一播時做嘅。哦，你是講一對二嚟下，你一對二嚟下。我應該見節咧是有 special guest 嘛？有啦，人咁樣話是 special guest。OK。David 嚟啦，個 David 嚟馬本嚟。哦，yeah。冇我講笑呢。哦，確定。嚇，唔知我哋直接咧，咱若是換咱嘅名咧，我個知咱嘅名是轉咗冇，我不要叫咱正名，就是講你話你嘅換名來使換，因為面部 focus。了個有93字半嚟93字93字歡迎。Hello，大家。93字都係看到一半嘅嚇，แล้วก็特別嘉賓咯，特別嘉賓是阿龍傳嚟，特別嘉賓名做咩？特別嘉賓做乜乜鬼啊？冇啊，計講咧，要講佢古仔嘅畫面啊，嗱，你特別嘅畫面啊，能夠記錄嘅，所以你特別請一個嘅嚟講咯。嚇，嚟看看呢叫，你畫面係咩特別嘉賓乜乜鬼actually 是冇啦，人叫阿達人咯。你哋講你普通住嘅啫，冇人講冇興嘅，你肯定唔係。哦，咱嚟開。達咯，貴達，你咩貴達哈？做貴貴蛋 whatever 啦。係咪意思蛋還是達？意思係蛋呢？我成日蛋叫阿達。哦，生蛋叫阿達。達龜咯。係咪貴？阿達龜。阿達龜係咩？阿達龜係咩？阿達子。阿達子。阿達子未使。變邊啊？等陣我想看，看你講我都未夠好誒。你玩嘢阿龍？我玩嘢，我玩嘢，講屌你自己時候就嚟名啦。阿冇咧？笑嘅，阿冇我冇講咯，就你揾佢哋熱咯 ，not 我冇講咯。今時到底即係邊Facebook 看Alvin 即係人哋看啊，當年大漢咧。那個基本流啊 ，OK， 今時แล้วก็就講Hello Marcus Neil 歡迎大家，แล้วก็咱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就是咁樣睇啲聲微細講歡迎 ，Hello， แล้วก็阿蕉就入邊嘅阿蕉歡迎，見蕉阿蕉是阿達。你笑鬼呀！你冇啦，時常叫我等時冇人叫你，你嘅畫面係咩冇呀？到底我等時冇，actually冇，夾貴人係嘛？怪人嘅別學對人可能欺負嘛？別唔驚報得會使哦。
唔知係冇咩響，我聽冇咩起見，我知你畫面都未聽。未見啦，未見啦。你見嘅，等我見到講一話下，我一半先出嚟答，鬼答，問答，等我看啫。哇，佢水了，你後尾小英，等陣我 focus 一隻先。哇，鬼答，我係後尾慢慢鬼喎。一隻是。哦，哇，佢水呢？哇 ，OK， 來特別嘉賓，這禮拜我是未請好，我特別嘉賓呢是講做樣鬼所以即我是你這邊幾啦，你係一個未搬嚟93除以2是多少啊？我特別驚名出來，92除以2是多少？就這咯。除以2是一啦啦啊，一啦啦啊，一啦啦，divide by 2四啦啦 ，OK， 四啦啦，我哋四啦啦，四啦啦本是有做過，你看到四啦啦然後聽OK， 等，因為是有做過，所以特別咱講 OK 93歲，唔是阿達鬼先阿達鬼掉喎。阿達鬼頂面嗰個毛啊，就你看到上阿妹，你馬拉糕嚟啊？你是咩阿妹？馬拉糕條。哦，你我講起真係少年嘅所以你講嘅你自己做過㗎，還是你自己你嘅生理是做過，還是安怎嘅開始做你這做過生理？actually 我唔是 origin from 做過，但我係 mother， 我係 grandma 是。哦，你媽頂到做過未啦？哦，多落去。係，start 成個咋？啲kampung 嘅時yang dia喺拿嚇。哦，拿咧。哦 ，OK。掛掉喺拿嚇，喺邊安掛掉俾啦。Then after that 時我媽he continue to learn from the grandma 啦。你冇做特別伊冇俾啊？還是有俾本？伊比較俾嘛 ，because 老人家伊做了有成個鄰居啊，嗬。我人愛上朋友嘅就介紹誒，就人要做。阿達媽要做佢。阿達媽跟阿達鬼。你是。所以你做鬼本是到底你出來本是有歷史嘅啦，就是講你唔是講先。廿幾年啦，而且我 mother take over 時本有 more than 10 years 嚟。哦。一部做呢借咯，一部就係 branding。แล้ว你鬼是一人做嘅當金，你姓你名咩名？你名就阿媽鬼啊？哦。Because my mom started from the to expand more 嘛，你做個這行出來嘛。Then after that continue 咯。哦 ，OK， 所以你媽。我知伊是多一打。啊，你知啊？知。多一打，我冇佢打。我捌食過。你都無打頭，你是多你出家己頭前嗰啲款地。哦，哇！像我特講一間厲害，一個四辣辣啊。四辣辣，即個你知蝦米事？我即個是較咧大啲北海人介紹我食嘅。哦。你知黃嘅甘培啦。蝦米嘅？甘培介紹嘅。哦，甘培介紹嘅。但我快識到傳統媽媽粿 ，OK。阿龍你捌食過，還是你 internet 看到捌啲啊？是你本地捌伊啊？哦，你捌伊啊？我完全捌伊。哦，你 reach out 對 Instagram 啊？我是 producer 嚟，是厲害 producer 啦。我是看到個客人嘅，人會講嘢，冇人線嘅嚇，我就記錯一部，我就講下我是代表，我是這裡學緊 podcast 嘅 representative，我是 South Korea， 我嘅 office 係 South Korea， 我講。講黃當劍我是 producer 啦，所以我等佢隨到人。對，睇個你未拍，你有興趣喎？往這禮拜六有一個安尼講嘅 recording。哦，我自己講。而且嗰陣時咧，我做緊嘅是直 on the Zoom。
我8萬塊開啊，就一笪啦，8萬塊，特別嘅邊頭一擺起來都關係用 Zoom 咩？我覺得冇定到時用係咪18人去票嘅，80萬咩去用加夾幾那行門啊？你當時做緊嘅啲夾幾那，唔是緊。誒，你當點解？你當緊 full time 啊？你是冇做定到嘅工啊？還是part time？我定到係工做15年。哇！做咩行嘅是？actually 我媽是呢陣時 send 我去讀 design。actually 唔是 design 我，because 我 interest 啊，我 interest 係喺做設計咯。我哋你咪自己做啦，佢做 logo 啊，咪自己嚟曉嘅咯。係，所以嗰時自己我做嘅咯，自己做。有翕相影啊名啊，嗰啲時我自己錄手啦。有我入去公司咧 ，basically 是 as a designer，after that 是我是 grow until as a VP of the marketing 啦。So 我做 marketing 嘅物件，然後我管理好 team of the designer and developer so on。哇！我其實怪大本。了你特別啷個細漢講起細漢嘅時是你嘅，我是查甫啦，細漢時。我細漢時是查甫啦 ，OK 啊。每細漢嘅時候，你就多漢，得一格。兩個就北海這邊咯。哦，北海本啊！誒，啷講當面，啷個當我講到咁配合斯啦啦，嚟喎，咁配合佢哋接嚟喎，到啲佢哋咩？考水。咁配到掉，但我看到你接嚟隻，未必接嚟隻，你飄過呢，可能飄過呢，點貴咧？對啦，了所以你成日是到第八排，但係我但係邊當今你大嘅是係咪酷嘅 area？這邊是叫Bagan Ajam area。Bagan Ajam，OK。Bagan Ajam，我冇得大係Bagan Lalang。OK。แล้ว你厝就是你成年就是就你厝頭整擺啊？你打小當劍小事啊！我看到你成頂 van 車呢。有啦。你有想花車其實你 food truck 呢，其實是叫做actually 有 event 嘅時我有過去咯。OK， 所以你順順啦，你一頭面行，你入面你冇物件已經到車嘅關係擺到邊咯。係咯，I prepare 咯 ，because 我係 set up 物件咧，我哋做好事咯，我哋要勁咯，然後誒，仔咯，你寫隻 event，我 event 係寫隻寫。OK。before that 我做 event 我寫找學校嘅，你 after that 時有 feel 你講，有時找學校就行開啦，to be honest，有啲物件愛去考慮啦。我就 decide 到啲出嚟學校 test 看咯。OK。แล้วตอนนี้做幾年啊？呢？你可能做差唔多係3年。哇 ！fully take over 是 almost 3年。take over 意思是講 before 你 take over 是你媽做嘅。係。所以你媽做。唔係攞埋我是講我冇 full time 去成日做啲 event 出來啊，嗰啲攰蛋啊，啲話全部考備啊，佢真係冇嘅咧，因為啲物件。แล้ว你當今即係出落手做過嘅是你媽本。我跟我媽的兩人。所以你幫我做，一定到時你媽度做啊，你媽個做啊，所以你其實細漢嘅時其實加有啥條招 labor， 你就出來啦，頭個手特別就係頭個手做過嘅事是，你媽手做嘅事，你媽是冇。我媽手嘅事我冇 touch anything。OK。特別，本時你媽本時到你上一間厝做。你看到你媽做過咩？你媽做 OK， 冇，所以就是你媽做起時，你到定到厝會看到啦。對。了個基本學到啊。學個了。actually 我 fully 會使做個了。take over 啦。OK。actually take over 啦，即係我媽是啲on the side 啦。OK。意思你當然少是成個同 apprentice 咧，啲架喺你頭手學。慢慢看咋。特別面累咯，即係頭先面累咯。對。這是 training 啊，就叫做咩啊？嗱，佢哋 corporate work 叫做咩啊？你講可能一大啲叫咩啊？40秒講起叫做咩？係咪 planning？係咪 planning 啊？需要未記啊？succession planning 掉，就是講搞白頭到啲 clubhouse 白頭。
但我了93字我未咧93字，你其實個實，佢啲厝人就無做鬼話93字，啊不 sorry 4啦，你厝是無做鬼話，變做所以變做住人做你有興趣，還是其實有興趣去做鬼呢？我媽 actually 是古早不是大啲嘅咯，為響拜大白鬼嘅仔啊。啊，你講伊真久真年無白啊。So because 我嘅即是我嘅媽是即係我嘅爸嘅媽啦。So 我嘅爸because 我嘅媽過世，我出世時我嘅媽就過世無啲啊。So 真濟，I think 真濟年啊，入過30年啊。So 是講我未就係講我嘅厝是做一個嘛，所以我 pick up 到對一個 recipe 啦。แล้ว我睇下我做掉嘅粿呢，我真濟本有嘅粿嘅 recipe。OK，你睇你媽嘅 recipe，แล้ว有成個自己變化。有加減啦，自己加減下對。錄咁麼93字嘅婚，แล้ว我係看，你睇你看這 comment，你看這個我這個 K 嘛。到啲 Facebook 嚟看，伊講伊捌去媽媽幾島喎，many times already，北海人家都知啊，海人係知啦，應該是啊，北海人應該是大家出名了嘅。哦，哇！你阿龍你其實 discover 其實除掉這個媽媽幾成啲，我同你講嘅上次咯。哦，係很新嘅 ，OK。現時，我想我就除掉了，我同你講了，我就同你講啊嘛。哦，是。誒，你 blur background 是 blur 係咪 foreground？我這個是我白買過嘢粿，我翕到嘅。哦，你係使記啊？哦，係後尾個話即係上應該看到啊，到底 I think Instagram 是到度有看到。event to video， 即係 event 就是 before 我 quit 嘅時我 invest 啦 ，invest 了過後，我 as a 你媽媽鬼嘅一個象徵啊，即想人看到即係 event 係 icon 啊呢，所以你看到就係 icon 嘅，哦，是本是一隻鬼啦，嗬，有人寫叫落地車，即叫做鬼車，對，落地車，這個是一白鬼個了。哦 ，OK， 唔知會看清楚。快啲。我同你講下，我食小啊，我買一盤伊個件粿對去一波慢慢食。真濟啊，一大盤真濟。哇！我order 一大盤，我叫金配講 order 一大盤，嗰個小俾。到一個後尾啊，後尾你嗬，後尾隻簡單嘅。哦哇，大啊啦，你記我咩隻人是誰？咩地隻人？誒，你係粿，你係車嗬，有學一個名哦，你車藍色粿應該叫佢特大，你車一定名係當我解啊！而且 at the first 我寫定青個白嘅，叫佢大藍嚇，美國啲定面白，伊食走去一邊 Tiffany 去。哦，一定到去食是青嘅時候。不，一定到是白色嘅，你話點嘅時。我是喺電。I see。當時你驚嘅時，一出來就食，特別當時你點出來是個門地掉安尼食。哦，明白。食嘢變做龍樣。哦，你 idea 本是本正是講背加做鬼大藍。食嘢青啊白啊，係呢，然後藍食嘢。一直頭拍掉冇啦，一點出來是出來冇想食嘅啦。所以人叫佢 Tiffany Blue 嘅 event 咯。哦，等於 high class 啦。event 另外一種嘢。貴 Tiffany 哦，做線你應該做這些貴大藍色，係即藍色特別別，藍色貴扮單別別。藍色嘅是布魯大大呢。係啦，對。布魯大大頂面，你咪成日咯，你嚟啲都是藍咩？咪頂面白，然後即係叫做解壓食，見到翻布魯大大，頂面藍都冇解壓，同啲頂面。係藍解壓啲樓頂藍女人啊！誒，我問你係第一隻粿係咪？馬來哥。哦，而家頭晚你係你阿妹啦，係你阿妹哦。第一隻人暗知啊！你係唔係你第出名，特登嚟梅吹俾吹，就是。係馬來哥。哦 ，OK。其他 of course 我是有伊個 specific customer 啦，成個你講嘅頭晚講解壓粿咯，我是有人熟格咯，貴大藍我是有人。
啊，假日龜就是不如特大啊啊，假日龜不如特大對。啊，yang suka especially 我假日咯，我假日是。你看那邊假日？有啊。哦，你幾點開到幾點啊？我人是拜三個禮拜六日開呢，7點半到12點。喂，拜三個禮拜佢都開六節呢啊！未怪伊食飯藍色，俾條笑嘅，俾佢笑嘅都知哦。未怪食飯藍色啊，計 Tiffany 哦。你有拍算要開較濟哦？而且佢嗱，我是開六日，then other day 咧是要幫學人備。我幫學人備哦，我所以你教你體會。會使講啦，我係啲 specific 我 selected 嘅點頭啊，所以你去就你上去啦，你用一頂車上去，你不你幾大攬上去？冇啦，有當時叫人上，有當時叫技術。OK。所以你做是會特日做，特別冇定掉。特日做 except 拜二個拜二冇鬼咯。OK， 拜二是休息啊。rest 咯。OK。拜二昨天我咪哋講嗱，講等人哋㗎，拜二嘅 rest， 啊拜六禮拜較濟人。禮拜做個正慘啊！對，拜六禮拜就成呢就濟嘛 weekend， 對，是唔是拜六禮拜第濟人？有較濟拜二本是無鬼嘅這邊。哦，較濟。OK， 所以你聽，你隔了 operation 你做鬼隔了是到底處呀？到底我係嗰隻大做，我見啦大到。這間唔是這間。啊，是唔是這間？當然大了這間，唔是大了這間是我嘅嚟避鬼咯。哦，所以你做嘅你kitchen是到底你顧厝嘅位，因為你買嘅石頭嘅咧有啊。一隻大 ，because 啲我係整大位冇隻條睇。哦 ，OK， OK， 所在較闊啦，較好勢係咪做？會有冇講講會啊？冇講講會，冇會。差唔多50-90分鐘。OK 呢，所以你是做你嘅鬼了，而你鬼大冧嘅車去載。嚇 ，normally 成日很驚啦，所有人看到嘅時就看到我車咯，走來走去嗰陣時。啊，OK 明白。阿龍，我面講咩冇嘢，龍 curious 要知啊，龍。冇喎，我教學佬咧嚇，感謝大家。我就一直大無影嘅伊個。我講就是我介紹人學佬有咁點嘢，係你特別自己執生嘅咯。我以後執生我咪叫我就是特別即咁時你第三呢本啲媒條咯，就第三你咪講我幾點咪對嚟啊？講啊，你我等你做咗 producer 係更啦，龍。啊，我做即有師咩，我是冇即係你鬼，特別我就咪叫咩媒啊。咁冇咪叫。我啱時候就咪講，你有興趣嘅韓國這邊地哦，你有興趣嘅話傾啫。because 我講韓國人真係屬家食鬼嘅，真係屬家食鬼嘅，但特別人嘅鬼冇好食嘅啫，冇人屬家食，佢唔是講冇好食啦，是我感覺條個正咯，人嘅物件較冇迄個安尼特別，一特用一年通天啊，食迄種嘅鬼啊，我感覺啲味就是差不多上無糟抓嘅啫，所以有陣時我看人教引又好啊，安怎啊。有生鬼我食咧，我今日就講我，人講我好食，佢唔是講冇好食，是而且你食路嘅，咱邊啲人食，咱是食了哦，未歹食哦，但係你食久啦，你哋今日就鹹嘅，所以我未拿路落去，扮上去買樣嘅鬼啊，我冇嘅啫，我是一年跟住有時打買鬼呢，就是啲中秋嘅東西，因為中秋有時冇食鬼邊啊，有時食鬼嘅，有有中秋嘅嗰個鬼咗，特別中秋鬼嘅咧，特別是啲一包嘅物件，伊冇香啦，咗。啲外口用嘅迄個唔知是米切嘅，我冇面後做物件啊，所以袂曉啦。迄個做粿嘅，迄個做米嘅，迄個哈咪點先食咧？你一年通天12個月裏邊食嘅粿用嘅迄個料咧，是差不多上嘅咗。是你啲8月15中秋點食，伊無上，所以裏邊包面嘅無上咗。所以我是為咗要食伊裏邊嘅物件咧，我啲8月15我去食樣嘅中秋嘅粿咗，因為中秋是無食粿餅啊，樣食粿嘅。係咯。我感覺就人係鬼食泡湯，係咯，人是真屬家食鬼咗。韓國人人打人講又好啊，做技又好啊，本是一大堆嘅鬼嘅了誒，特別伊味素差不多嘅就冇安尼特別嘅就我感覺啦，人只是細漢甲大漢食即係羊肉鬼嘅人啊。所以我哋時候就講，但是如果有機會咧，人就嚟整備歸經是跟下備馬來西亞嘅鬼啊，我感覺哋會做嘅，我感覺哋會做，因為人屬家食嘅就係咧，人嘅味素加 variety 嘛。我感覺會做嘅就係講
是要看就是要来教人。呢個做法嘅很khó咯，你唔知就係我講我做嘅係咩物件啫？往啲即係我嘅本身咧是即Malaysian Association 嘅 president 啫，當然唔是啦，我是嘅點先啦，我做過一項物件，我當然老大啊嘛，我做過一項物件咧，就是我哋即 ambassador 嘅處，有家己處嘅嘛，讓嘅大細，讓嚟韓國了，讓 ambassador 嘅一間處，嗰處是政府開啦，Malaysia 政府所有嘢。一處咧，我去處拜訪嘅點先咧，我講咱們做一個我看到即人做工嘅人啊，就是馬來人啦，係啦，人都成馬來人就搞做鬼嘛，對唔對？因為洋鬼不是受到影響嘅嘛，所以我就講，咱有興趣喎，咱能找對面嘅韓國人啊朋友啦，咱嚟整做一個節目，咱教人做鬼做，咱咪嚟些好食嘅物件，好食。係了，迄一道咧，我安排着一個電視台嚟翕嗰陣，伊嚟翕佢嚟 record 佢嚟講做馬來西亞鬼嘅一個節目嗰陣，係了，看啲一個ambassador 嘅處裏邊，伊冇本路手做嗰陣，係了，佢哪嚟朋友嘅咧，不是馬來人嘅咧，就冇，因為咧不是啲 embassy 裏邊做工嘅人，下冇嚟做，因為全部坐緊嚟嘛，政府學類嘅嘛，所以人就靠做鬼嘅咗，所以我就學鬼嗱行鬼咯，所以白做咯，講做咩啊？講做。你黃色嘅叫咩啊？你潮州龜，叫潮州龜，你貴邊家，有一個是桂大南部做本，係啦，佢要做一個 on the，特別你可伊裏邊嘅料加講好買，因為你古拉馬拉加真係吹唔掉嘅，古拉馬拉加咧我嘅咪你本時啲咪你識邊樣，佢萬山買了廿噸嚟過嚟嘅就，所以我做邊行啦，我翕起來，就所以嗰時你是。日本食嘅，我就是個只，迄本是貴賓家，係你叫嗰啲貴賓家，係咧你黃色嘅唔是叫貴賓家，你黃色叫咩啊？係你烏比根當，嗰隻烏比加油，潮州嗰條烏比加油嚟嘅，烏比加油黃色嘅，你每款，一內行每是叫貴賓家係，我係記得擺時陣時，叫做烏比加油，叫烏比加油嘅，你日本食嘅是叫做貴賓家，日本食是叫貴賓家，係咧另外一兩個叫潮州龜嘛，但叫潮州龜嘅。因內裝冇做 ，anyway 做幾大裝，伊做幾大裝了，往真歡喜嘅時候，所以啲線裏面上講，伊做了，因韓國人本食嘅就，唔是講真濟人啦，往去嘅韓國人本食10嚟人10幾嚟啊，就是 embassy 裏邊嘅朋友啊，白嚟佚佗啊，歡喜啊，但人冇講好食嘅就，所以線裏面上講。馬來西亞鬼韓國人嘅隨時接咗咗，因為佢就講你冇上特色人啊，你冇上國家都去啦，伊特都會走錯啊嘛，唔是講你講好食，物件韓國人特講好食，冇特掉嘅嘛。特別係鬼樣食咯，佢我聽一道嘅 feedback 是，但係冇講真係好食嘅咗。都市面上有 market 嘅做，特別到當今啦，啲韓國都隨掉嘅鬼咧，是近日裝嘅就馬來西亞，就是嗰啲笨蛋你叫咩啊？chiffon，嗰啲除咗 chiffon 嘅鬼嚟咗，嗰啲笨蛋你女嘅嚟啊。啲苗子，個個食，啲苗子個個食嘅，你貼掉嘅。笨蛋雞，冇 chiffon cake。係啦，特別人叫笨蛋雞啦，人笨生叫笨蛋雞啦，特別是笨蛋 chiffon。係新加坡嘅朋友開嘅店嘅，特別你是唔是有興趣會照即係？你那是即係媽媽鬼，咪是有興趣會 expand 去韓國嘅時候，咪是。你再 contact 嘅咯，當 game 就 can。我就真係講啫，但問題是冇人應，你講是講應啫。伊未 supply 嘛，伊特別伊嗌得伊人貴嚟，人貴嚟，這邊開間店。被 franchise 係咯，你貴嚟人貴嚟，你本時咁講本嘢，你未討 visa 就得，冇應嘅就，冇就是伊嚟整假人，特別伊假嘢假住咧，是唔是？咁咪特別有人嚟做掉。呢個係問題咯嚇，我講啦，我比如講是有一條路係使行嘅咯。話俾邊邊學嘅人聽得住啦，喂！班假人做假韓國有興趣嘅做了嚇，係咯，咱爸爸白看講，咱開一間店，咩白談對象？我是真有一個人想話，然後去 scan 住嘛，嗰時。我喺教你講，我教你講啊，我嘅 sister 嘅中學朋友啊，伊是 supply 用nhà鬼嘅本呀，伊 manufacture 嚇 ，and then 你愛去做家己逼啦，特別伊嘅款產品變好做。哦，佢出來即係背後出來，唔是被做扁啦出來。伊背後，我看即個 small seller 啦，即個do 背後 seller，OK，即個你看人嘅YouTube 嘅人們。
伊講 Do you think the skill of 粿 is being lost？ 講你講做粿做樣嘢粿即個知識唔知係補去哦，แล้ว個有人會一比數唔知係換 overtime。maybe 說我唔知下，你感覺到你自己做呢即係成理，你感覺成點？但係人每試辣揾，是看你對迄個教你嘅人落估咯。แล้ว你ซิมสิปังเราเจที่ลาบินเนาะถึงว่า你對咧100% to flow 係是有正差嘅成日講有嘅人講伊來對我伊講愛學我做鬼但我講我按幫你真耐節你冇一個學到嘅伊講伊本是啱伊若無對我第少3個月4個月啦伊學袂到規個 taste 規個 flow 因為even古早咱冇得做嘅時候，伊夾鹽嘅時啊，伊是用手很捏落去，落下嚟，你唔知講，伊就講你講，是啊你嘛，係你做咩？但不過也有意思呢。意思呢？我梗係明白。阿嘎啦，你度在north人煮物件都是阿嘎，你度你白椒都是你嘅一個係咪咯 ？measurement。因為我講我講一樣嘢，啲數咧嗬有兩三件是俾馬來西亞食嘅，特別actually老實講我冇試過食啦，依家冇人好食啦。我因為伊配合韓國人嘅嘴嘛，所以我馬來西亞呢往時邊度講冇人好食，特別有一間咧就出名嘅，依就是叫做阿嘎嗰種。哦，跟住做咩？依阿嘎是 spell with the K 啊，唔係啊，唔是阿嘎啦。阿嘎是菜園嘛個，我知我唔知嗰啲店是阿嘎咯，呢邊就叫阿嘎，所以物件是差唔多你可能啊。所以講翻你講下，做下嘢 taste 是 consistent 嚟講咧，我未使用到，因為馬明明得，我哋要列一個 average feedback 嘅咧是 good 嘅，然後我哋 remain，我喺做 measure，我特別變去 new generation 嘅 KPI。都話係我哋 flow 嘅咧是10 gram 咩嚇？因為我哋咧對4 gram 嘅咧，就算好寫列地。你是講你特別 standardize，所以你可以 capture 到伊嘅 consistency 條文。誒，佢你講安尼條文啊嗬？因為我講就你個好處係乜嘢？伊呢舊主啦，嗱，如果要嘅 document 咧，我哋俾晒你，即係博你個出尺嘅雜，我哋寫話嘢多，嗱咪寫白出半尺一樣。伊唔只嗰條俾手時講唔記得。咁你所 OK， 你被寫起來啦，所以你會成日你安尼看咪是講啱咯，即個 topic 就是講你做會掉咯，你看你成理。對個，其實對個相成嘅，是有幫像你每一個 flow 是唔是對成，你咪去講分段啊，成日我媽錄安尼資料冇啱啦，別使錄你資料，別使肯講，因為一錄料嗬，特別有伊嘅意思，係咪屬於錄你資這個物件，所以你咪講，你係你資這物件，安尼貴一個別使肯講，因為嗬，你到時你改就冇物件，改個少，嗰時改個濟本好嗬，一定會改變你規個 taste。So 我諗 I follow every single thing, but make it consistent. OK。呢個係重要嘅。所以你看你 at least 保留掉伊嘅 original 嘅比賽。有啲係，冇嚟講嗬，人因為我人 customer 借一隻係時嗬，一淡薄無相咧，而且伊嘅真係因為知啊，因為當比人係當個更加好料。對，人叫做喙只尖。你人吹咗尖，咁我能做咧，而且往時 time to time 我 ask for feedback 嘅，成日講我啲 big some of the customer regular 又好 ，senior 又好，每樣看 feedback 安怎 OK 哦，so all time 是 positive 啦 still。你講咩時好哦？你講你有新一代人，成日你個參到你嘅新一代人嘅做法，所以你變做成個加入去你嘅。I mean， 我按正物件咯，伊個 flow 個了 standardize，個了做個正準咯。無嚟講，伊就別講會保持掉伊 consistency 啦，這是真重要，因為無嚟講嚇，你做個濟時候，特別搞嘅。แล้วก็รู้เจ fan 喎，你看你把伊個 Sam Wise 咯 ，Hello Sam， 哇，個幾個同事，個幾個 fan 啊，邊啲學嘅 podcast 啦 Sam，我朋友你做
即係 recorder 嘅 recording studio 嘅。哦，你 video，呢個 code 你唔使是玩啊嚇，我就是變成 back 嘅 theatre manager，人叫我嘢上。住在。Wise 古仔我有去邊做落點本嘅 ，because 伊是我有一個 music 嘅 festival 啊，伊是 one of 嘅 recording studio 咧，伊是做 studio 嘅，一個 studio 嘅落。OK，你即你是乜意思？即是你嘅開卡是你定到做緊是乜咧？本有啦。伊白我翕小影，甚至 because 我做真濟，我 design 翕小影、翕 wedding、翕 event， 哦。so basically 變白掉咯，了解 white customer 本啊。哇，個 fancy 都正，所以 OK， 但係講到對你感覺到，我是感覺到頭一個問題咧，唔係講你講感覺到講即個做鬼嘅功夫有會拍唔見去無？我是感覺到最近嗬，上家真係較濟少年嘅有暑假會有興趣去學，你是感覺安尼款本？depends 看伊 because 我 start 掉啦，我個就係講 actually 是無安尼簡單嘅啦，做即度。哦，家己食掉啊，家己趣味到伊味素啊，我說哇，看我嘛做呢型特別無艱難。我唔是講我看你做本是很開，but 我是特別驚 for 你愛做嗰時咪做咯。了你若講感覺你家己會做，我家己 try at least 2年嘅時間。因為嗱做物件嗰陣時你做你又咪做啦，有陣時少年嘅，但我點樣學我自己一個 period of time， 我 pass through 啦，你講我過咯 ，means that 我是有興趣做呢度啦，然後我個 continue。我明，譬如講咩啊？你是講你特別你特別成日講，你特別有淡薄，你別再講，你別 test 看自己會做久長哦，然後你個嚟幫落去做。別使講我頭興每00買頭興每00，你真係少年嘅時很想我喺做，我講就即係做，我就做，我 quit 我嚟做，我走出嚟做，但係actually冇啥個 quit 咧，你講哎呦 sorry 啊，想行開別做，別我講別使肯做啦。但特別你 in general 咧，你感覺到成個你自己看 ，because 你做即度，你應該是你會較 aware 講你身邊嘅生理啊 ，competitors 啊，還是蝦米個了，就是繼續在做鬼嘅片個了，你感覺到當然較濟少年人我有興趣去學做啊，成日講係 skill 啊，你功夫啊。少年鬼話咧，我是冇看到啦，上一輩咧就真濟啦。上一輩咪是少年咧啦，邊個來白波？有慢慢有看到，有看到嚇。上一輩是特別是 A 啦。你見啦，白女見啦，我就勤確講嘅，你勤確嘅。特別人大漢性啊，人定到是咪細漢時，每度未改咯，咪是賣。但講 before handover 啦，我特別俾 simplify 伊，冇嚟講見啦冇咩接。哦 ，OK， 所以你看淡薄 maybe improve efficiency 啊，上面可以。計 realistically 巴實去 ，OK。但我俾問看九三字，你家己嘅，你感覺你家己安怎呢？你即做過一個即咩啊？即度嚇。你無你家己我唔知你家己做，你家己做嚟賣是其實咩？你頭都無嚟做嚟賣，是你咪是有興趣性。你感覺就新一代，你安怎？新一代。我後尾會亂咯，未嗬。未 OK，比如說我姨嘅厝只隻啦。哦 ，OK， 我看 Zoom 嘅 cancel 一下嚇。所以少年嘅伊人有咧，我啲伊人未曉食咯，我感覺啦。唔知啦，比如說我捌問過我嘅朋友，甲我相配嘅人，伊人是感覺嚟，對伊人是講，娘娘鬼是maybe 我頂人這邊一波啦，伊人是講娘娘鬼就是人拜陽公咯，人就用紅龜，所以伊人嘅腦內面是拜陽公，人家用到一個龜，所以for 往這邊往一波嘅是安尼款咧，特別功夫咧，我唔是講 customer 喎，我是講功夫喎，做鬼嘅即功夫，人哋你本是有興趣學嘛？功夫對，特別你有影是成日即個媽媽鬼講會對咯，你有影愛學咯，我有影是我家己去假過，我去做了我有影做我失敗我規盤我掂下界，我唔係
我有年我家己 try 過，真無相嘅 method，我無相嘅即個用料係咪個了？所以有年有陣時有年做出來一半，然後就是了然，都是鬼把別成就是點掉。你有興趣啦，因為你少年嚇。對我有興趣，所以特別你學，當然學時你感覺到你才吹到把你少年嘅有興趣被 pick up 即係老人功夫，做嗰啲功夫。I think 少，真係少。只咧特別邊個頂到你實嘅時間當今你感覺到有較驚啊，較濟人有較興趣啊。冇我感覺。冇啊，所以佢哋是團本啊驚。其實團咯，所以我感覺你見住你做一個特別 OK 好。係咪啊？我感覺所以是一個 like OK 啦，我有物件係咪咯？OK， so 等陣我會講，等我會看你 Clubhouse 上面有冇有 Clubhouse 上面有問題會冇有 Clubhouse 上 Clubhouse 上有問題哦，冇啊 ，Clubhouse 上困㗎了而家。我冇問題冇，特別我講啊。saya si Bon Appetit Magazine 呀，saya si 有 Malaysian contributor 咋，有一個article 一家人做啊，做 on there。哦 ，OK Bon Appetit， 到底 recently 還是定到時 ？recently 啊。哦。我第一次看到。OK， 依到底 YouTube 喎？唔知。有當時用 YouTube 會嘛？嗬，耶。十啲嘅 website on 是啲 article 裏面有 video 嘅。Then 我個看，這人啥物啊？這我不要讀一隻阿龍，這啥意思？河本刊啥物？我看未到，我看未到，等我幫到好，人嘅河本宣啦。哦，哎呀，我未，大家都拍下你啊，了解。呢是店名咧就店嘅名就，依隻未有人過嘅店名，河本宣。你河本嗰時候，你除咗你間呢字，你未記自定車嘅嘛？你看到間你間呢邊嘛？係朋友啦，我朋友名河本健。哦，河本健啊。哦，係咪是河本健？是再出來，這 at least 單都八嘢哦。這是我太太。係 at least 是女寶啊。哦。誒，完全冇嚟，接嚟啊！就係你係太太會咁樣鬥下超做成呢個。我冇特別 ，OK。你即係我明掉我佢哋 Facebook， 一定人叫你名，你名係 V，start with V 嚇。特別今日你做緊得出名咧，即係你名啊，即係哎呀，你死，我做緊多嚇，即係你名。少塊掉。OK。這是我朋友。OK。Then 你講你做 take over 嘅3年咧，可能你感覺到你同埋你講俾 efficiency 嘛，嚇，所以你感覺到係咪嘅？你特別係咪方便特別有成個 simplify 定冇你講，再較簡單。你是講做生理入邊嘅，還是成？你是講生理方面咧，還是做鬼方面，還是咩？做鬼方面 ，because 伊個規個 flow 愛做一項鬼啦，其實真 complicated，to be honest，真複雜，嚇，你真物件愛去準備。but simplify 唔是講愛去嘅成個 chemical 嘅物件來去代替啊，唔是。but 你愛怎做可以？免安尼麻煩，成個講。啲 process 啊，你要 efficiency。嚇，你特別成個有當時人特別成個尋晚我講嘅 measurement 嘅咯。你若講你無 measurement 嚟，你是做你 flow 真 complicated 咧，因為嗬你特別做出來物件都無相，所以你做咧你基本無滿意。แล้วก็就是for example like mixer， 我無是無用 mixer， 我是用 hand。做乜水 ？OK， 一做比較，一部相嚇，一出來嘅效果。แล้วก็未過迄個 comfort zone，一未過迄
迄個 process 講，我用手攪嘅較好料嘅啦，用 mixer 嘅賣啦，等你攪出來無好食。哦，有影你看你啊。就是咧，你愛做好伊加了比如說愛香咧，你特別用 consistent， 你特別用 mixer。哦，即係咧，特別用 mixer，但咧，我甲無你嗰時無去用 mixer，because 我個 still 會做個。特別你有想，你是 still 會做，是講你 still 會用手做 consistent， 特別你是有希望講有一日是你會成個講 modernize 咧，成用 machine 來代替人做，但是特別你做咩事無做是因為但是你用 machine 來講，伊個做袂到，你用手做會比較個。actually 是伊會香嘅。是你愛安怎去掠伊係準嘅，特別你要炒伊啦，成講你用手你要做那款那些，意思是講我唔要做過，你就按行加咧，你要加2分鐘，有可能你用 machine 你要加1分鐘呢，對，因為 machine 加嘅時候，一隻油嘛，伊加你可能伊加你迄個 liquid 嗬，伊是油去啦，你加你手啦，所以你就要炒，都會炒掉，你炒好勢咧嗬，你見啦感覺到乜嘢嘛？嗱，正我你見啦，一接手嚟講，你是你對呀，很做啦。你嚟講叫你加你六七厘多嘅物件，高價啊，哎呦，高價超壞。安尼番咯，所以會使啦，有嘅物件賣咯，嗰時係急掉咯。所以有人講係咪說先至大 take over 伊比數無相，而且是無嘅，是伊按照加呢，是伊加好嘅是加歹去，即係。伊愛加 simplify 嘛，大人冇來 simplify 嘛，後成間就成樣成嘛。特別你愛特別巧準，愛巧準，唔是愛巧壞。你 simplify modernize 時，你個特別注意講伊味素有蝦米無相嘅換 texture 還是換伊 flavor，所以你特別 modify 伊做法啦，唔是講一頭 one to one 巧去 machine 就會啊，你看。OK，別使，因為你。佢入邊 one shot 咪先做㗎了誒。嚟講鬼，同你講下我不得要嘅，試我 intermittent fasting 就係見咩嘅很知啊。你有備成，你當然自己做了 consistently 有備幾行鬼。等陣嘅，我大行起手啊，我大行，我頭都俾每一味。我只是 curious 呢，就是我有做過幾大啦，但係我做。出定嘅。frozen 係喎，因為就是你煮啊過後啊，你愛夾下啲水，夾嚟洗開夾水，then 你嚟攪嘢下啲 butter 啊。then after that 你過來倒出來，你愛嚟去吹嘛。我講第一坎坷嘅，第一坎坷厲害嘅就是夾下啲水嘅時啊，你唔知第時你煮龜頭還是無煮龜頭。佢哋是我功夫經驗對，佢哋是我講到第一坎坷 standardize 咯，所以我失敗我攞曬到失敗本是到合併，所以我嚟真係 curious。對我嚟講，若是講少年人嚟學嚟講啦，對我嚟講下啲 step 啦，對我嚟講是第坎坷嘅。咁迄個是實講是，事實係真坎坷。比如說對我媽做這個幾大人嘅時候，本是有這個 same issue on 伊愛落結。伊愛起到落結，伊個會壓起來，所以這個是本是愛去掠咯。你個己掠講你甲你媽哋 close 嘅迄個交加迄個坎嘅時，你就要壓起來啊。因為當時講你唔知講伊是落幾，你冇袂聽有時間，因為係咪說咧水嘅熱度個了無相，แล้ว有當時地個少嘅時候，你用時間去擺嘅話，基本是無相，所以你就要個己去 feel 伊。你 feel 到你自己做出來是最準嘅 ，after that 你做嘅是加了是香嘅，因為你自己嘅手啦嘛，你自己知。但所以這個物件我是講未用 machine 來去代替，因為你 machine 係咯樣，你唔知伊是攪㗎，結果你自己唔知你幾時攪，你唔知做結上，特別好，唔知有新嘅物件是how you measure 你結呢時候嚇。Yes，probably yes，而且有嘅，因為把路下用嘅 centralized kitchen 嚇，條條有嚇呢。佢哋即係 accessory 去做佢哋物件，啊是 maybe 是用嘅 temperature 嗬 ，maybe temperature 就特別別講嘅嗬。如果 temperature 你別 measure the moisture 喎。I feel 是伊 test pressure，伊叫嘅時候要 pressure 掉，伊靠落，伊靠嘅時伊就 resistance 啊，老實講。
因為我較有興趣這個 modernization of 這個洋牙龜的咯。你剛剛這個看的是一樣你夾起來這個 maybe 啦，這個頂掉的是阿伯有可能會肯做咯。你係俾個 Guinness measure？我打行 Guinness measure。maybe 就我打行自己做一個啦。我打行嘅使做你出很可，剛剛啲洋牙龜正，like 我就得 imagine 啊 ，I 去有用 machine 做啊。啊，邊樣有幾個 step 我講到真坎坷哩誒，等個安尼集裝個，但裝個咁上寬啊，我講到坎坷。Because 貴大林咧，伊特別咧是講吼，你特別愛煮甲伊鍋吼，你家己吹呢，伊個係咪？啊，無你無煮過伊鍋吼，你家己吹吼，是真係坎坷食。OK， 所以你是講伊個貴大林嘅 thickness， 佢在幾時？就係講幾時掉愛是。特別係你不是我煮，唔是我家己跨咯，我跨煮個差唔多下，我就冚開咯。OK。這本是功夫啦，就是講。你本忙，你袂使講差唔多跨一結，你就冚開，你個差唔多一結就冚開，啊無你一下就會過去咯，知啊？哦。我頭次到做嘅事啊，即係我係喺你coconut嘅位啊，伊是成功咯。特別吼，伊喺你青色嘅位啊，我煮小久啊，我掠去吹啫喎。那一出來，伊成個變成個喺你 congeal。成個阿你 gel 安尼款你知無？透明嘅款去。透明，所以伊變個 fluid 安尼款。then 我就成個因為我 serve 互人食就是來有 gas 你知無 ？then 我講哎呦安怎好啊？所以 eventually 我放到這裡cup 嘛。then 我放 individual。對，我講這裡是 French dessert。Malaysia inspired French dessert。有嘢 inspired。伊是未歹食，就是講是無上個貴大林的啦。伊無成個貴大林，特別有喺你味素。咱叫阿龍可以解隻貴大林嘅名係啥物？Gato talon。你是 gato talon。誒，不過是叫 parfait，但是講係咗個記住嚟 individual 嘅。誒，但我問即個九十二加我加媽媽喊，媽媽喊。媽媽龜啦，要冇喊啦 ，OK。我俾媽媽龜嘅你九十二，我俾每個女人，不成叫媽媽龜成，你被做，你係咪寬？你被特別有幾行龜，你被做特別。我俾再講你念話。OK，at least 我有9行。OK，來念話。都我有見牙龜咯，見牙龜唔知啦，我聽過咯，其實。定又講你，哎呦！見牙龜，喲！阿媽我咪講嘢，見牙龜好食。對，俾幾大鴨誒？幾大鴨？見牙龜是出名啦 ，OK。呢邊老姑咩？呢邊成都邊追嘅。馬拉糕咯，第二行咯。你有芥牙龜？芥牙龜，啲芥牙龜是藍色嘅嘛？你是講藍色碗芥牙？布魯特低。布魯特低，芥牙龜咯嚇。有潮州龜是係你換嘅。嗰啲會食嘅 ，OK，then 臭味大啲，面臭味大，有個條咧是桂明羹咯，桂明羹 purple 咧，藍 purple 啦嚇，purple，會做白，會人做白，會人係藍花，有落係藍花，落嘅，我人是藍花 ，OK，有桂大欖咯，桂大欖 ，OK，有個就是斯里木加是內嘢，斯里木加，布魯加是做 B 嘅。做 B 啦，頭頂嗰隻青呀，青啊，伊寫個貴大欖嘅 ，OK，對，咧，it is bad 做 B， OK，了，是 two layers 啦 ，two layers，有白糖糕咯，白糖糕，白糖糕，有冇見隻白糖糕哦？我唔會食嗰隻嚟，白糖糕是做 B 嘅時候，冇係是 B 糕。以前白糖糕是一成個一 fluffy 嘅呢，可能一成個用下咧yeast white sugar OK，喺你邊呢地出面邊倒啦，當然人嘅巴海是地出面啊嘛，喺你邊呢嘅倒啦，但係東頭淨嘅是大咯，喺你個飯鏈寫出嚟，你日本會計合併嘅，你講嘅，日本會計，但係東好似你點頭頭淨。
啱咪啲。出面白糖糕嘅。OK，嚟白糖糕，嗱學嘅話，你乜叫白糖糕嘅嗬？白糖粿吧，有時叫白糖糕。白糖粿啊，白糖糕。你兩隻叫麻麻粿，兩隻叫學嘅話。白糖糕咯，白糖糕本。真係冇講白糖粿，係咪？講白糖。Actually，白糖糕是，I think 是江湖人嘅物件。江湖人嘅物件。叫咱對叫白糖糕，我是叫白糖糕本嚟。OK，所以是淡薄成個發粿嘅 texture 你看少。伊成個發粿嘅 texture 啲。了嗰個尋晚都講係米糕咯。我愛米糕，我是講米糕。米糕只硬嘅。哎呦，我是講，你 instant pot 嚟做，我做。then 了個粿咯，硬發粿咯，你哋人特別拜人講時嘅硬發粿嚇。真係我俾梅人有發粿有兩行款，睇到對嚟講，我記得啊，特晚阿老母咪教佢講，特別我記得發粿有兩行款嘅，我俾 discuss OK，你講你嘅發粿，แล้วเอาไปจับ行嘅哦，發粿一個。有嗰啲下個也是，下個也是，下個粿啊，下個粿嚇，阿咪食阿咪食。我諗暫時我做嘅是迄個 brown colour，像鵝藤嘅食，有 ，OK。喺做南花本有，比較少咯。我較就是做 brown colour。特別咩是切一地粿嘅嚇？一地啦，換也是咯。OK，了，講邊個？一行哦，我是這行。哇，你亂翻做嗬？你大隻做呢這行啊？啊對啊。你做啲做緊正行，你幾點就會開你嘅針，搞幾時個就做了，安尼四行過。而且我做啦，得只有6-7點鐘。哇！跟他做，你都真係唔知會背嘅，都真係，但係所以隻功夫。呢條位叫咩？條位是投資你隻幕咯。Yes， 我前年了解哦，對，我就係。你打幾點4點咪請？你對你嘛，嘅針你開嘅針你就是尋你嘛做隻啊，大概。嗰個我攞嚟合嘅啦。OK。嗰個攞嚟講別啦，攞人別做嘅你知。嗱是講你別出來呢自裝啦，你別做講攞人做。攞人是做嘢 primary 嘅，佢哋 run floor 頭上面嘅啦，是俾行成咯，了係寫啊咪嘅了，好。倒下手人很 Q 攝呢，都俾人倒下手。對。但乜嗰陣時你講咩？我講我一人第一隻我係做6行粿了，我都講。6行，哇，真是厲害啊！你講上市啦做。我是2點請，2-3點嘅時都俾請，做到差唔多。2-3點做咯，我而家差唔多6點，差唔多6點。都差唔多。你背啊，這是自己隻嘅，這是做事。我是做好last time 係 customer 嘅，所以你特別等於領計切嘅嘛，所以兩樣粿就是你做好，你唔是現嘅西餅，你就係等於領啊計切，你計水嘛，冇你少切，你是亂劈亂去。對，所以這個伊本是食點食嘅咯，所以就是話講俾6-7點正是對嘅咯，這個。我在咩時講往時，講嚟感覺到這功夫嘅社團就是無用嘅，都係，even 你 simplify 本好本是點聲你會 simplify 啊嘛，你會點聲真久，所以有咧，若是講伊無安尼 patient 啊，伊袂咯。是咯，你着 patient 做過，特別你人做 Srimuka 嘅人啦，曉，你人 Srimuka 是女嘅 custard 當面頂，還是 set 了嘅，一定嘅，意思講。冇，我是女嘅，我是橋嘅。我就嚟啊！係咪？你做啊你？你對啦，咁樣去背都得啊。哦。你講咩？講啥子？剛才你講句。我講你對啦，就俾長期白係背都得啊。我計 order 費。長期拜3，你使禮拜的就是上下小人嘅咧。特別 because 即個 custard 咧，較濟 Srimuka 較濟人無做，較濟人是下粉啊，是係咪可以伊做可以上下貴達啦，上下 set 起來，對唔對 ？Yes。我冇，所以你亂做嘅，伊是上下會流嘅，但女但唔會流嘅。女上下 custard。custard。嚇，伊係嘅女嘛，伊定嘅。伊 custard 啦 ，custard 嚟啦。我啦會啦係女，我係女。我諗冇係女。OK，會啦冇。所以伊是 custard，伊是 custard 啦。真係歹勢誒，伊嘅 texture 啊，
只坎坷 set。哦，都比較做嘅人 Srimuka，伊 either 對，伊是用 gelatin 做可以。切嘅時，嚇，後尾伊度伊係食個鬼打伊人籃，用鬼打籃嘅粉咯。Because伊名 Srimuka 嘛，所以是只 good 咧。所以有人若是講往係內做啦，有人吹龜頭嚇，伊就會磨冰去咯，伊頂邊。Because 伊用地內。OK，所以是地坎坷嘅11行，你講11行啊，12行，但我 lost count 下，11行啊，11行12行，你睇下。啊，我咪就係講，你嘅媽做起嘅時是一行，安怎做起？哦，你媽做一行呢？未一行係咩 expertise 係咩？雞龜。哦，做雞龜美國都雞龜出名，美國你好食一個雞龜都，因為雞龜唔是雞龜啊，我同你講啊，食起來是斜斜的，夾起來是斜斜，真好食嘅一個雞龜，有影嘅。誒，我未食一道，我未去啊，未一道我食前面嘅，未去巴海啊，一道我食前，我係做一團去巴海。啊，我未去巴海啊，因為我未，咱特別拜。你講拜幾拜幾拜時，拜幾啊？你開？拜3個禮拜。拜3個禮拜。拜3個禮拜，哎呦 ，OK。然後咱特別過巴海去食了巴海物件嘅了。Then，然後你媽是未寄龜生嘅，所以寄龜點解你媽做時已經有做迄個即個板蛋咧咩？唔是板蛋個線啊，我感覺到，伊是換食嘅啊。換嘅了，我媽係板蛋入去。哦。媽都change to 板蛋嘅 flavor。哎呀，我那是你媽是你 trendsetter 嚟 ，because 頂到時人冇就頂到時，我冇板蛋嘅啲，之後冇板蛋嘅。啊，加這個板蛋落去吼，是真正很快嘅工嚟，你就要用漂嘅板蛋。所以我人係迄個，隔了你看到青哦，是冇唔嘅，隔了是板蛋加出嚟。OK， 所以你媽是做雞龜，你做雞龜佢就做迄個伊個雞龜嘅醬咧，伊個。你學湯特別煮了一大鼎，特別煮咯。哦，迄個學湯本正愛食 tricky 嘅，伊嘅龜好食無食咧，本是關係到迄個學湯本。哦，你睇為學湯食白白食嘅嘛，學湯無食咧，伊本是會影響咯。哦，你 OK， 所以你媽做起，你媽雞龜唔是樣嘢，龜唔是嘛，其實。雞龜是福建龜嚟，福建龜嚇。你特別你記住有去學到講你媽是樣嘢係？唔是。但係即你媽是你媽嘛？啊對。OK， 你外媽啦，所以你媽唔是樣嘢特別伊講，做咩事伊去興趣去試實去你知啊？啊！是你只講伊對已經是做掉咧，是唔是？或者去烘焙你嘛啦，烘焙你嘛。差唔多幾難行啦，伊其實啲學掉幾難行咧，伊個去有興趣去學。哦，然後你嘛做時咧，特別伊厲害嘅功夫是做較幾行，伊出名。伊暫時伊掠起就是馬來國嘅幾大林，個見下嗰時就啊！但係你冇講馬來國，個幾隻行馬來國，嚇，做12行嘅頂。差唔多啦，所以有馬來國是第六超啦。哦，所以頂到啲出名嘅是伊厲害就是馬來國啊。加南咪特別講貴大林啊，貴大林 yes。I think 你車度俾電貴咯，你即係識你做。但係入邊啊，睇一隻女性一個嚟做隻無有見嘅物件 ，Tiffany 會使 Tiffany 嘅貴。你睇使唔比較貴啦嘛？Tiffany 未啦，未貴。其實愛講到啦，愛講到。對，你本是靠人食，你別使講毒人本，你特別背就本嚟睇到女性啲。無嚟講，話口把你人見 internet 嘅物件，你可能嘅多。嚟講咧，特別嗰啲對你冇好處嘅。哦，你別使毒人對，特別講到。講到對。然後你會感覺到，island 有人掉地去吹你背哦。誒，真係。哎呦，嚇，當今真係要 travel 過來，cross the bridge 過來，會移波過來，會先。嗱，移波咯，這樣搞斯勒勒哦。
哇啦，條啲邊係白奶啤。Thank you。等陣講咩斯辣辣啊？你 iPad 未調過去，啊是你新，你 iPad 未點當啊？你 iPad 有 stand 係咩呀？Because 我拍壞嘛，所以 stand 咯。但是我拍碟本會使我係碟。你係點會使？嗱，好啊，你叫我買嘅時候，當然會拍碟本嚟。嗱，少得三人啦 ，OK。但是講到後，你個一人有可能變咗大地啊，特別表現。唔係，成個阿崩巴咧，我係變。冇成個你買幾點誒？即係係你咯，難呢 ？OK 啊。呀貴，成日你買幾點？難，只貴幾點？對啊咯。OK，so 即係你搞啥子咧？你捏條手嘅啦，你做捏條手嘅就係幾行？OK， 我是紅菇咯，紅菇龜，有桂大欖、九陣龜、雞亞龜，有桂角子咯。布倫啲啊，佢個紙是唔是講有包，見住佢有包嘅啊？我未見過佢紙咩？叫沙家興嘅，沙家興。我媽古早是一隻狗做燒，我聽我老婆講啊是桂果子加布倫啲。桂果子加布倫啲。對。哇！你幾難行嗰度，你都冇做呵？你即係媽媽龜冇，怎麼你講九層龜哦嚇？九層龜，我講九層龜是唔是只對我嚟講是只？classic 誒樣嘢嚟，九層龜是只 classic， 一隻被吹啊，真係了點下咯，這間一隻被吹嘛，冇你贏啦，我媽去try 隻節刀，唔是講別做啦，特別做冇夠 standard，你未夠 long 嘅 standard to public consumption 個，正排列伊個 method，因為真係是一人來。佢蠟筆加上就是地頭一人紅色嘅條打到資源，成日食成日睇到。伊本我驚本愛很食，伊本唔係講冇食。啊，唔係佢哋假嗬，我做咩熟燒啊？佢哋假，你隻嘢做咁多事都唔食啊？一條。其實嗬，九陣龜誒，裡面一人，伊是含。伊是咪混者是一米切來嗬，還是做米切啊？你嗬？米切加有山丹哦，有山丹嘅有山。有啦，你哋有嘅山丹。個係咪混你講過一個？潮州混。哦，潮州混。哦。潮味。是叫阿咩啊？阿冇。係咪嘅潮州混啊？特別加包的啊，潮州是特別加特別加 starch。誒有嘅咩？九陣龜有特別加 starch 咩？當。有嘅 ，because 伊冇人做。你冇做過啊？你冇做過啊？我做過，但食少做分段做數。特別你出來有人做過啊？剛才即係別使講。有。哦，你有咩？你特別出來人做嘅是咩？你人講嘅黃色灰咯，我嗰陣時叫邊家烏比嘅邊家，邊家啦，邊家烏比嘅個是 beras 烏比叫哦，邊家烏比嘅邊家 beras 係beras 係藍啦，哦，是白，當時是白，當時白。traditional 是白色，但係人講冇好看，所以人就係呢淡薄咯，嘛啦嘛啦。係你半個人。半個人本呢部有人會下本啊，看你人個人嘅 recipe 是安怎咯。你嗰一個是我古早有做嘅是迄個砂菇龜咯，砂菇紅色嘅咯，番仔嘅迄個咯。也是嘅嚇。也是，伊是夾嗰個砂菇夾來吹了，然後伊係迄個見證佢來包過嚟啊，吹啊，然後 after that 是。夾一個 stage 出來，夾來切一個 stage，and then 夾來salute with 咩咯？夾來我把你嚇。大媽
OK，我開隻 Nyonya Bible 嚟看啦。伊講九陣粿是用 rice flour 呢，係冇用特別。但是功夫啦，就是跟你講功夫啦。這就是功夫啦，你實那 simple，你寫出 recipe 然後往時 research 下是伊 family 有可能冇用到這種啦。Because 你今日用 rice flour 嚟講，一隻咩？我隻定 ，OK。一邊我隻定啊，對。應該 rice flour 是定對，九實。哦。rice flour 是定嘅嘛。你特別 adjust 下你 recipe。對，我唔做過九陣粿。我嗰日做過菜頭粿，講係多頭嘅，唔是講係Cantonese啊，菜頭粿，菜頭粿。然後我做過人哋蒸，我是嗰隻咧。竹角咯，係咪竹角係？啊，對，竹角對。Especially this 叫咩？Rempah Chin 係就我講嘅。Rempah Chin對。菜頭粿是Rempah Chin嘅，因為是我做過鵝粿，我做過菜粿。哇！安尼。我唔係 try 過 ，sorry 冇㗎，我唔係 try 過九陣粿。我做潤白烏冬。我最喜歡食是潤包。香噶嘛，我最喜歡食咯。哦。Hello，暗泡啦。林泡燈，暗泡啦。上期講就講係林泡啦咧，我特別嚟念啊。係咪嘅？直接講。你特別上期講啊，上期五啊。哦，哈。特別即係嚟加驚曬講嚇。隻林泡燈嘅隻後生啊。食得夠辣啊！我食夠辣，因為死咪每開條冇看到。潤白烏冬伊個味素門是啥個有潤白錢呢？哎呦，我食緊味素食緊林白啦。冇啦，潤白錢啦。我哋講得啦。我條車驚，真係講係笑，我哋講就林白講。咦，味素本是？哎呦，阿蕉問題，阿蕉妹，我問佢哋賣粿嘅人，成日人麻麻粿，麻麻粿，人打包對來，賣食袂了，變做燒，係。客家奇粿賣粿，會使留粿名。會使留粿名啊！只林派大了。想講阿妹嘅名女袂使食，食了大人嘅。即嚟講咧，粿是我人隔了是無講無真啲流嘅啦，未真啲燒嘅。because 你講啊，因為粿物件是有聖誕啊，有哦，一排都伊會歹了，你係成都是會使，but 你見即個是你 feel 到講定咯，你講無迄個。一隻落去半年好食咯，已經定。然後你佢吹過吼，伊是龜頭 over 咧，伊是 over steam 一邊。哦，所以未話阿蕉，我真係唔係阿蕉嘅妹，因為阿蕉，伊是唔是上尾到底邊兩邊對於新加坡？入。伊到新加坡啊？你看下面咯，哦，俾荷蘭知啊。佢哋做 B 嘅都會燒咯，佢哋做 B 嘅我感覺是會燒啦。哦，你俾看下面貴。我家己廚房邊啊，家己燒會使啦，做啲嘢係你啊大牙粿啊，還是係你潤包蛋係你較大係你燒啊。係你是講貴大林係咪個了九陣粿係你是 because 要神貴賓家會燒，貴賓家會燒。貴賓會燒啦，看咯。安怎燒咧？安怎係咪？成都啊？係到成都係咪 ？freezer 啊！你邊係成都嘅，時都只係燒，你係成都咧。老實講啊，貴賓家嚇，越南人有賣啊燒成都啊。哦，一係到成都，一哦。我以前所這邊是燒成都。貴賓家呢，但是講嚟講，又嚟煎。阿蕉講咩？哦，煎過啦。我冇講唔嘅。哦。你比較刷刷。燒成都是燒一啲啊，燒頂面。一啲啦，可能燒激生嘅，一啲是激生啊，燒激生嘅。我一啲是唔是激生嘅？誒，冇你未使講頂面一啲啊，冇上頂到覺得成都是頂面是激生嘅喎 ，OK？當你先你講一啲激生。啊，唔是激生嘅，
平常嘅程度，唔是冇代表我講睇到 normal 啦，係超冇極嘅超限係超嘅位咧。所以燒啊，係燒要落骨嘅，散單嘅喎，散單一把燒。節爾啦，我同你講第一季嘛是一節爾，第一季又是一節爾啦。你未留不留未留股嘅。你要亂咗做 export business 啊？亂咗仔臭水，未啦，按咗按咗仔臭水啊，流水咪仔咯。按咗仔臭水，按咗仔食了流水咪仔啦，係食了流水咪仔啦。你只對味怪怪嘅，水水就冇好事啦。tapi tinggi 我去這個betul這條南華園嗰邊有一間賣粿店嘛。แล้ว我妹嗰啲古來雞食無了變咗笑，伊講有散單嘅，最好是 -18啊，-18就是 freezer 啦嘛。-18，我成日講係咩？依個古來雞係到啲電位咩？-18，我成日講叫做黑格起。OK，so 你會燒係你古來雞，特別為你煮嘅時啊，依個散單啊，不就咪有個老講啊哈。而出來一所錯嘢啦，呢嗬，依邊咕咕。對，依個散單。冇啦，冇是 technique 嘅啦，你愛做到對做嘅時啊，你忙上大會，你慢可以。對啦，即個是。有煮食嘅人，是個未煮食嘅人，伊未下面嘛，你知，有時間開會，你看下條爾，你知。所以即個是嚟愛特別教人講愛燒，但係你都要做你看呢precaution step 啦，梗係燒會成咯，啊無你煮起來梗係走味啊，咁咯。tapi Nyonya Kueh 是冇 recommend freezer 啊，冇啊。冇，就叫冇 recommend freezer。冇啦，波劍地藏都係燒 freezer 嘅，我都做過。我咁啲爭爭是冇爭冇上啊，OK。冇特別菜頭粿我做過，一吹過嘅。特別你看，因為粿較 delicate，你有可能特別 freeze 過出來。未夠陣粿未熟，我你油嘅，一隻油嘅，隻 fine 嘅，你 freeze 伊個 water molecule 做伊個 crystallization 做伊 structure 錯嘅。แล้วรู้ reheat เนี่ยเป็นจมูกจะ咩 IQF 啊 individual quick freeze 成個 seafood 嘅話咧 because 在正數喺你貴達啦嘛你物件伊 water content 只濟貴到裏邊你係成度你係成格度嘅時伊 water 會走出來 from 伊嘅貴嘅位所以伊嘅 texture 咁樣特別變嘅冇特別係你成個特別係 freeze 冇冇話啥特別 quick 你叫咩 rapid freeze 啊係咪上邊好做IQF 啊同埋講啦 individual quick freeze 特別你做佢哋嚟講公司記㗎啦嘛成日乜嘢咯特別你做佢哋嚟講伊 ruin 嘅 texture 本哦你 when you defrost 嘅時伊成 ruin 嘅 texture 喲成我係實會我感覺你 try 下你把刀你咪做別實講你咪做啲機嘅事啊係講我你 freeze 機嘅時你係一啲大冧塊，伊 freeze 出來安怎？哇！我公司好吉亂，你行到啲卡吹，煎一啲大冧就去 ，OK。教授就講咩？我話講，嗱是講你嘅根本是未係成段，你講按你影嚟講啊，往做鬼人嗰度。啦，已經做啊咯，咪特節那天嚟炸起來做鬼字點？誒，等我咪。recommend 我咪每一個媽媽鬼滷馬仔就做成禮拜馬仔我實掉，所以滷幾點請起來，你會 usually 是幾點請起來開始做滷鬼？你要3-4點？我後面咁多成啊，滷幾點？3-4點就會請啦，3-4點請啦，滷幾點開大？我有嘅鬼先做好就開咯，差唔多7點幾8點。哦，所以你做好啦，佢去載來你經這邊嗰邊。我看你想你頭什麼邊啊？我看你係你後尾什麼粿哦 ，espresso 個咖啡啊，你買咖啡本。我係泡起嚟 espresso 咖啡，哦，哇 ，OK， 但你 design 就水啊，你 because 是做 design 時候，你。粿我看伊 font 啫，我看伊個粿嘅 font， 哦，係 cute 呢，我帶條旗啊，但係講到個邊度粿，我帶條旗啊 ，guarantee。Canada 嘅 fan 會去啊，人特別嚟，美國嘅人特別嚟。對，
我看，interest 我要再講下，你當我就 because 佢基本是 designer， 我要再講你 approach 啊，是 either 是 marketing 嘅是係咪嚇？你安怎用你 infuse 呢個嘅，就講你安怎用你即 design 誒把招去做的 influence 嘅，即成你 take over 啲賣成啲。即 idea 到出定 van by 達到你出頭整，即係唔是你 idea 時候。Actually yes because 我若講是 IT 不好背 because 我成日講，你若講啲不好背了，就是開一個學算，嗰時就都等於是無一個 attractive。冇出味哦，冇你特別。冇一個 icon 成日全部都講嘅，冇一個 icon。แล้วeven 呢陣時媽媽佢已經是有一個 brand 病。แล้ว那要你接落來就叫做媽媽鬼本啊，定到你嘛做事，還是你家己嘅啫咩？是啲差唔多7年前我 create 這個 brand，但我幫了我阿媽都去做過呢，然後這個 brand just create 呢。哦 ，OK。然後伊是無fully expose 出去，伊無講真係人知。OK。然後但係都有隻 logo 啊，媽媽鬼嘅 logo。對，我做嘅時已經是做這個 logo 過啦。即係你做咩 sticker 啦，打掉喺上面嘅款啊，嚇。不過我是印度嘅，知道印度嘅。OK。然後這個 event 呢 ，because 我覺得不是個classic event，呢是 aim for 你 Volkswagen 呢。我 aim Volkswagen 較大隻嘅 ，but then 伊嘅只是幾條管啦，小貴了。然後 after that 時我就拿到 choice 咯，就是個細隻咯。OK。然後我哋成日講嘅隻隻咯，然後做誒我 icon 去咯。然後話如參過 B 嗰時at first 我成日是後尾愛係我係 espresso 個 B。然後出去不好別鬼參泡個別，是攞起手愛做嘅物件是過頭謝啊。哦，特別，到時你 expand 你拍水位，按照 expand 你這成績，成講你 dream 啦是想你會嘅開家，還是會嘅做，是按照你有係咪拍水？actually 我是無講有時候講愛做定一個 franchise 啊，佢成日都愛去無 not 無啲位 intention 無啲位 mind，我是愛讀學較濟人會 test 到，是愛找個一個 partner。成個比如說 partner 我無人幫，我是有 get 一個 distance，有一個位啦，我較行一個啊，因為你係上濟，actually 是無唔是一個 good things 啦。แล้วก็อุเล就是ว่า I maintain for quality quality first ว่า唔是講 I quantity first OK 都意思講ว่า I 做嘅物件是嗰啲人特別食到香嘅 consistent 嘅貴 but then 我未做定濟如果我做定濟後路 sorry 我冇再有做我係想講我唔係講等我做濟了為咗做濟啊 spoil standard 去對我是 I有通食，但你見你食袂到，袂緊你辦節。我 Facebook 加YouTube 嘅人有問18海遐，但是多少卡遐，幾那年啊？一間個問多少卡，乜講你為隻先？你講你所在是大陸，按怎去找到你？Instagram 們有媽媽鬼上門，Facebook 唔是唔是媽媽鬼。我去找你 Instagram 啊，我會幫到 Instagram。有 Google Map。媽媽鬼，按怎 spell 啊 ？MAMA。媽媽咯。鬼。KUIH。你 Google 睇到個了媽媽鬼嚇，是媽媽鬼呢？因為 Instagram 咪冇dot咧，所以我哋一日dot咧。OK， 我諗看隻先。媽媽鬼，啊咧看啊，這就是 Instagram。有 website 本啊，mamagui.com，OK。我 website online order 咯。哦，我真歡喜嘅少年家做，哦，伊個鬼難看。那媽媽鬼，每一喙，每一口，但喙本是媽媽嘅味素，是講，這就是我 slogan。都難看佢鬼，但係咪講咩 addressing 啲 address 人做伊address 是 Lorong Chengaltiga。伊 Facebook 嘅 website
post 掉嗱 你 location store locator。誒，即係攞你 store 這裡嘅 B， 即是北出嘅人比較啫。即係白個冷就是我嘅位咯，แล้ว多數開是我嘅 friend 會哋拜山。哦，大媽掉本咯，大媽即係冇 David 講嘅掉啦，伊多數看冇啊。多數開是拜山，我有上幾個去咯，第一點。OK，第一點會。我歸哪裡啦？我冇 list 出來啲邊，因為可能 order 嘅時，伊就會 pick 這個 location 一個去行咯，其他會個冇 allow 嘛，所以我冇揾你啦。嗱，講 I wanted to check it out when I was in Penang last week, but didn't manage. Can't wait to check it out. OK，咱就再見，咱就再見。WhatsApp 我咯，嗰邊。這是係咩啊？這係咩點？OK，then WhatsApp 嚇 ，WhatsApp 咦？你 WhatsApp 本嚟啊？到底你 website 有 WhatsApp 啊？你去 website 本時除咗 website。這邊看到啦。跟隨我們嘅 website 這邊，OK，嗱，先 WhatsApp 喂，叮叮叮，再講得佢使學得成個，你做 online order 還是？你在啲 website 邊 place order choose for the date，但我冇 open for all 啦，你 choose the date 嚟嘅咧 ，after that 迄節時你嚟 pick up。喲，確定啊，用啲，即係用啲啊？即是小個龜。小個龜，但係你講你做嗰啲鵝藤嘅食嘅。你食幾好味啊？好味會上嘅龜，喲，嗱即係即咖喱白啊！喲，那是喇嘛本。那是喇嘛。喇嘛主要是講廿八年嘅過嚟。所以唔是亂自己做啦，特別你八年嘅人。唔係，我弄幾條呢？俾佢做啦，那這趣味喎，這個 giraffe。即是饅頭是我另外一個師傅嘅。所以你有吹下八年加別人嘅做呢款，你入面未啦？To ensure that 嗰啲是 homemade。OK，你 control standard 啦。即係就是亂自己啦，即係麻麻龜，不即係就是馬來糕。係咩真係咩？即係咩？都讀下隻蛋咧，即係呢是真盤啊！盤呢款寫又寫我唔知喎。個咖喱卜是咖喱卜係水呢？哇！即係成個係買嘅，我係意做。一都升咗水。即是你嘅白糖糕啊！都有食淡薄啊！你揾條俾點都冇食咯，因為嗰啲唔使白食嘅。笨蛋。所以你是切起來一個薄嘢下就食是。切起來嘅係冇意思咯。因為菜龜本喎，本是白呢。菜龜個咖喱卜咯，你是我意。我見隻菜龜我白你卜。即係假嘢係使賣呢，喎，要一罐賣本啊。對。即係咁做OK。如果係你啊，特別即係無 ，I think 我感覺到即係是你無係你 shelf life 啊，久啊你計啊，你啥？其實話特別有 customer 問啦，是係怎麼接？係特別係成都咯。特別係成都 ，OK， 開特別那時你無開，你特別開本就上嘅，而且有開無以前基本上你入去。就講因為就 sterilize 掉你浸咪注意係嚇。我諗 pasteurize 係一部用這個 method 咧。OK，換 texture 係點樣 pasteurize 好？對，一出油嘅。呢個 process 真貴。OK， 即麻麻龜 mix， 即是像咱平時即是最好味啊！我感覺對嗬，兩行嘅。對，搞。即係比較上，就呢。你試你 flavor 差唔多隻，然後你隻冇上嘅 flavor 咯 ，test 咯。好 tray 本嚟使俾，嗱，這是住啦，這是93字嘅，93字好 tray of 嘢雞鴨龜。我冇看到雞鴨龜嘅喎，到底都係看到雞鴨龜。所以你今日做笨蛋，你都冇做佢哋啦，你冇做烏嘢啦。upon request 有人每條啲講到夠做咯。所以你是買幾盤啦？你買隻10寸嘅盤啊，93字。是啦。對。咖喱卜，垃圾好食，咖喱卜。菜龜垃圾好食本。菜龜咖喱卜，這是水木家嚇，咁樣講嚇。嗱，
伊是冇加丁面女嘅，是冇加咯。哦，嗱，即係鵝藤嘅，你藤，你叫咩藤油？有啦，我有加俾嘢藤，我加冇夠嘛，冇夠換嘛你。我衰咗嘅，我有啊。OK，咱到底係咱嘅改變咗 before， 我確定嘛就早起佢就去開單，咱唔使講上句啊，就冇正啊。如果後面物件咱冇講到嘅個，如果其他有機會甲我講話，後面物件咱冇講到就被 mention。就咱講了嚇，如掉媽媽龜，媽媽達，唔是達龜啊達龜。尋晚咱講起條少年嘅是唔是啊？喺啲學嗰啲裏面。哈。我是真高咧，人嘅少年嘅即係 traditional 嘅，即係真古早嘅物件去做到對咯。因為無論真係少年嗬，伊喺做嘅工是真用免用頭腦，就是賺大鐳啊嚇呢。因為我古早做拍工嘅時，本 interview 真係人。然後真係人們，所以 basically 是用很少嚟講咧，是借條發網賺鐳呢。所以物件無。唔是 realistic 嘅。嗱，我都講即係嗰啲物件是真很khó掉 ，but 你嘅 customer 是 recurring 嘅真濟，你係 long term，你唔是 short term。你嚟講咧，睇 short term 咧，你去做 investment is fine，but 唔是發網做硬鋼也大類，所以即係物件是冇可能存在啦。我講你講你一做一項物件，唔是講每一項都是簡單嘅啦。你做別項物件，因為每是有坎坷嘅物件，是你按怎去想，即個物件是坎坷，嗰是簡單。你做你甲人拍工，但是你哋甲你同事 ，OK， 特別合作做物件做工嘅時，你每是有真正 complicated 嘅 communication， 你你解按怎去解掉，即個真你對有嘅人嚟講，哇，真坎坷，即個物件我背 stress。我即個就是你講嘅坎坷。但對我嚟講，做過尋晚你講做過，但係 process 係坎坷。但對我嚟講，我可能有可能有 passion 咯，興趣，所以就變咗變成講驚一種嘅 call 就。對，所以我每一項工每是有嘢坎坷嘅，是你按怎去做你自己 comfortable。都唔係講去驚講你愛賺大類嘅工去做 ，because 冇真正後生件事，按你嚟講是你未 long term 都做物件。一下呢，你就講我咪做了，一下呢，如果再調了，所以物件咯。我看到你罵甲你是女嘅，我點我看到你 website 是你罵甲女嘅，後即我係哎呦死，等陣唔對，因為點解 browser 冇嘢嚇？死等陣，你將話我唔要話，死 web browser 將話 web browser 哎呦冇嘢啊，將 web browser 冇嘢，死兩邊 back in， 冇嘢，啊將冇嘢。哎呀死！喂 web browser 真冇去，即係 web browser 當我看，Safari 當我去辦理，哎呀別喎，真冇去，唔知做咩事不見嘢，畢竟到底去內邊，我看到是到底你邊啊，你穿藍衫，加你我記得啦，我喺邊頭頂。OK。即係人為咗 design 物件，就講你嘅界啊，嘅 typeface 是上緊你嘅鬼嘅字。界啊 typeface 啊，是。因為我做物件，但是特別想嘅物件，consistency，伊 consistency 特別準，所以人看嘅物件就係講是上你票啊，你物件。對，然後個即另外即聽講講高渣味，特別保留掉咱高渣味哦。時間得就俾佢教曬日本事哦，教曬日本事就有心嘅事，所以一隻看課本都你硬硬變 ，because 有興趣變數。你唔是講你哎呦隻課啊，แล้ว買啊，你看是講你除掉即係成個啱嘅行，就是講你就看課，你本未感覺就係一種係課嘅，你根本就 get 得。即係冇特人咩做咯，就老實講。對，真係是有影是唔是特人會做咯？有影同我講。所以真係是愛看你嘅 passion 咯，你嘅 passion drive 有，按照講你嘅
Lu passion drive your Honda Civic Protamina 我記啲人就是講做到14歲嗰陣時還 Mercedes。唔啦，華裔貴大冧啦，華裔貴大冧，咦，前面頭呢貴大冧上面飄嘅嚇阿達，你大下數哦大下數哦，未怪 setting 我就是個 setting 嘅 event 嚟，大下數 OK。OK 啊，感謝你阿達貴起嚟講講。嘅你經驗啊，希望你成年拿做拿大，不但別使啊，別忘別健忘啊！等到人嚟，耶！大家人肯去，咱若是去時候，咱 fix 甲阿達鬼講，我邊你學見聽到我來啊嚇 ，OK 無卡啦，咪做成理嚇，係咪嘅？嗰啲就 free 誒，未使錯做成理未使，未使。住講咩？嗰個 discount code 嘞噃，我 discount code，咩你忙殺啦？嗰啲辦嘢啊，嗰個 discount code 都是 Tiffany。好啦 ，promo code 嚟㗎嘛 ，online 嘛。promo code 啊，特別表今日咧，再講好，咱本來學見人聽到就人會去 discover 到這成理嘛，咱會支持這個少年人嘅成理，要計傳落去，人會一代後尾。一代即係功夫啊，咱無遐把刀都無插來食，就這你冇肯食啊，你好食係過。特別咧，阿 John 我跟你講啊，我係讀 clubhouse 會攞嚟拎啊，一個是Bon Appetit，一個一個是 Serious Eats 嘅。你就要到 New York City 當今啊有一間店名 Lady Wong，然後佢哋 Bon Appetit cover 伊紅菇粿，哇！伊紅菇粿真係水，真係紅。OK，等我看。So 有人食碗特別。隔了是伊人去 overseas 了，伊人家己開家己店。得到行你拎，我正下我睇下。到 clubhouse 我睇下正。人家去啦。Bon appetit， OK， 我睇下。一個就係 serious eats，on day 是 serious eats。OK。即係攞嚟是美國做講。我人看見咧，到底美國嘅人是到底馬來西亞是看見嘅咯，所以。了解我嘅去 website 去吹啊，嗰個教啥子感謝本你嘅即係 passion 嗬 ，passion 係講啊，熱心，熱情啊，是熱心，熱情。你熱心做這樣物件，然後你嘅 continue 做，咧個有個了啊，冇大行嘛是，唔是 sorry，你是個冇大行是冇行，我未記啊，我頭先叫到冇大行，冇大行。我大學冇興趣做貴大冧啊！一做時係咪同我哋講？我做貴大冧係馬來糕嘅係假日貴啦。哦，我不做貴馬來，我不做貴不如特大本嘅結果嘅假日。愛做這個工就是未使 fully profit driven 嘅，都這是小事。講到 profit driven 嚟講啊，冇落去。你被 sustain 條。被 sustain 嘅，對啦，就是真係這樣子講咯。我有 experience，成個邊咧學嘅啦，但是講邊咧學嘅是 profit driven 啊，我係做咗19年，我講，我嗱實備哦，嘢，我冇人聽啊，是到我哋做咗當今個濟人聽嚇，特別冇貪累嚇，我們是早起請人嘅，誒講到貪累要別記喎，等陣我就先咁樣佢。哎呀，我看到這新嘅物件嚇，就是正。這未訂啊！嚇，訂啊！未結講頭，但係我個未結講，住人已經訂了呀。但我隨看到，我咪報告就成邊啲學見，等陣我佢 drive，我寫住人有訂啦，我寫起來 OK，我報告就住人學訂學 recently 學 CY website 但被爆炸就我看。冇 OK 喎，咁我 browser 很小嘅，未覺得。咩咧？我買圖落嘅點先，得 attitude 是，人家講就人哋人咧。你咁時好當今我就出名，你用你 coffee.com 下正啊 ，coffee.com 攞隻地人起來，攞隻地人嘅事啊，一噔就係咧放隻聲起來，一出來啦，我個細人係，咧。哎呀，小無啊，小無，試下喂，你咪叫無會，無你即係 design 無。但我聽到聲了喎，冇之類喎，我嚇，哎呀，未歹嘅了，
唔知咩事，咪跟翻就咪 restart 啦，好嘅就係我 show 不了啊！感謝各位，特別嘉賓㗎了，龍啊，感謝都隨掉我嘅即係特別嘉賓，感謝博大行，感謝932466。我人嘅阿達貴，感謝希望你成績做大，然後我人對去有，咱到底馬來西亞人應該再去出去食啦，然後我人是到美國加 Canada 人，迄是對去是我加去吹到教官，感謝各位，感謝老人 ，OK， bye，感謝，拜。แล้วลองตัวที่ YouTube ไปควายหลังเลยไอ้สิบิกิตันจะก็กงลอง YouTube ไปควายตัวที่จะเป็นแต่定住你快冇ควาย episode 啦，ตัวที่จะเป็นตัวที่第一唔是講正你是我 subscribe 叫 subscribe 一第一就正嘅時，白刀我係就落現時就同條咧，這邊第一嚟講，這邊一定會睇第一，ลอง去你網頁邊咧學見 description 咧，一定會就睇第一學邊咧學見，感謝拜。